咱国内鸡卵的产量每天有12.7万外箱，超过需求量，计销有变较少。不过，饲鸡协会指出，产地计销一斤22块半，大卖计销煞得爱32块，要求着爱甲计销降较低咧，吸引消费者。因那两商工会是认为讲，这计销是正合理，袂当搁降低。农业部后礼拜一嘛搁再来开会讨论。一早十样行的拢是人，袂少民众来买鸡卵。店头啊讲无落雨买起较好，小卖计销是来到逐台斤34块外，计销明显比欠卵的时阵加真济。有消费者摕鸭肉来装满满，讲厝内人多，需求量悬，不管计销悬啊低，拢固定买遮济。都一样啊，每天就固定吃这个量了哈。对。消费者有感觉到鸡卵变少，不过食偌济买偌济，袂因为计销变低来加价高。买完就也袂完，爱来买啊。袂讲因为俗个来买2倍安尼。无。根据上新统计，鸡卵逐工产量犹原伫高档，12.7万箱，比12万箱的需求量悬，所以嘛是供过于求。产地计销已经落到逐台斤22块半，比生产成本低，但批发计销来到32块，价差达到9.5块。饲鸡协会认为批发价应该搁降才合理。会议记录的有白纸黑字的，就是6块半，把这个价差降下来是消费者可以买到便宜的蛋，是刺激买气。但台北市两商工会是呼吁批发价袂当搁降，水电、人力成本全部拢起，计销搁变低，变成因了钱，认为应该为源头减量。迄是较早几十年前的，中间9年前的时阵尔。前理事长定的啊，即马9年后的中间，你知影逐项贵啊。鸡卵供过于求，产销无平衡，生产端佮有销售端拢化苦。对此，农业部下早并无回应。饲鸡协会是讲，农业部已经主动发文邀集产业团体伫后礼拜一来讨论鸡卵报价制度，讨论出双方拢会当接受的价差。公司新闻林前文5家报台报报道。